2016最解压充电的秋日音乐趴10月登场，10组顶尖演出团队，6座格莱美奖，11座金曲奖，超强阵容 ：Teresa Soguero、Daniel Ho Trio、Jeremy Coco、吴浩恩、王洪恩、梁文音、山人乐队。吉田兄弟、丝竹空、引力勾路、严永能、打狗乱歌团、科罗曼德融合乐团、戴小军、许曼璇、DJ 瑞瑞。连续3晚享受世界音乐带给你的热情与感动。100顶地球市集帐篷，异国料理、音乐铺子、风手作、玩创意、超解压。Music Your Life， 快乐其实很简单。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10月21到23日，台北大家河滨公园，我们不见不散。放羊鼠坑给别福气来，欢迎收看今天的福气来了，我是徐哲伟。我知道很多人呢、在看我的节目或听我的电台的时候，你就知道音乐在我的生命中可以说是占99.9999999无限。为什么呢？那0.00001在哪里？在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音乐。最近你有在抓宝吗？你如果抓到 CP 值很高的宝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哦。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也请到我心目中的宝物 ，CP 值很高，他要介绍 CP 值很高的音乐节。让我们欢迎我仰慕已久的杨景聪杨大哥。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杨景聪，今天很高兴来现场跟大家分享世界音乐节的节目。欢迎杨大哥，杨大哥好，这位好，我终于见到你本人了。哇，谢谢你在这么多年我的音乐历程里面，蜂巢唱片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感动跟喜乐，谢谢你。我看到你本人，我真的就是借这机会先谢谢你。当然更谢谢你的是，带给观众这个 CP 值很高2016的叫做世界音乐节，来介绍一下这个音乐节好不好？世界音乐节会发生在台湾，那顾名思义就是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团体，是那他们都是很顶尖的乐手，比如说来自葡萄牙的 Teresa，来自日本的吉田兄弟，还来自美国的6届格莱美奖得主 Daniel Ho， 是，还有我们台湾的一粒高露，还有洪恩、浩恩，对，很多都是很精彩的，都会在3天在台北发生。哇，时间是10月的21号到23号，在大家河滨公园，太厉害了，户外的场地，有星空、草地，然后有最棒的音乐陪伴着你。对，顾名思义，世界音乐节就是把世界各地最顶尖的乐手也好，或者是你们想得到的、你们喜欢的，来到台湾。对，真的很谢谢文化部影视跟流行音乐产业局来共同主办。对，主办，然后蜂巢能够有机会来承办。对，我觉得蜂巢承办这个音乐节，我觉得非常的实至名归。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蜂巢音乐上面得到了很多，不管是你念书时期，或是你开始接触音乐，各式各样的音乐都在蜂巢，对不对？包括前阵子来到我节目的丝竹空，这次也会在这个世界音乐节演出吗？对，他们会是，而且是第一场。第一场。对。开幕哎！我刚看到了，是跟一粒高露，对，是我们的金曲歌后了。对，好，我觉得太棒了。不过我们一开始先大略的跟大家说时间啊，这一次主办这个世界音乐节好康在哪里？但我很想要知道这个办世界音乐节很不容易，杨大哥。对，你当初怎么会你办这个音乐节的初衷是什么？对，应该是说我创业的初衷嘛，一直希望分享自己喜欢、感动的音乐。那么做音乐已经做了28年了，那一路上陪了很多的，包括像你，像很多包括大人小孩，还有很多，就是都是以家庭为主。那所以一直蜂巢音乐带给很多人感动。那其实就是有一种营造一种幸福感。是。那我就想说，怎么样能够在台湾也能够有一个场域，可以全家老少，对，然后能够共同来一起来
来经验一个美好的，不管是从白天到夜晚，然后来自世界、来自台湾不同的优秀音乐家的演奏。另外，我们还办了很多100多顶的市集啊，对，这个市集有对手作里面有很多的创意，包括从日本来的艺术家，包括我们台湾很道地的他们的一种艺术创作，还包括很棒的什么吃的东西。那吃的很多融合，包括有些创意是从南北啊各地有特色的，是，然后把它们汇集到整个的音乐节的现场。所以音乐节不只是好听，对，好看。还有好吃，对，哇，这真是一个，所以我刚刚开始说嘛，最近大家都在抓宝，我说这是 CP 值最高的一个音乐节了，对不对？你在这里全家大小可以来之外，我觉得他享受的不只是全家人一起，而是在音乐上给你的感动，对不对？特别是在大家和平公园。不过这3天的活动哦，我当然想知道杨大哥你怎么样把这3天的活动做区分，譬如说我们会讲到世界很大哎，没错，很大哎。那我们刚刚只是讲概率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区分呢？一定这么大的区域，对啊，你怎么区分？其实我们在这一次啊3天的范畴里面，其实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好比举个例，从星期天来说哈，最后一天我们觉得年轻哈的气息，所以安排的节目呢就是吉田兄弟，好，还有3人乐团，那个基本上是要你在舞台上哈，就是要他们一边演出，你就在台下就开始动起来。所以年轻人为主。那下午的哈小舞台是在这个在岛屿舞台是那个 DJ 瑞瑞跟曼旋的古筝，是传统乐器跟抓盘女王。对耶。对，然后你看这种跨界的演出，跨界，我觉得跨界要能够融合，对，是很特别的事情，而且你很难得可以把他们俩凑在一块。对。所以这个礼拜天的节目会更比较年轻洋一点，稍微流行一些。然后礼拜六的话，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从王洪从15年前在蜂巢出版的《月光》，对，让他一路上这样走下来，然后他将会带着他们布隆族老人的一个布古拉夫的这个传统乐队到现场，然后做小米丰收歌，唱巴西布布。感觉就是丰年祭了，对，然后那种氛围开场之后，然后再带回来他自己的创作的歌谣，还有他整个音乐的历程，对，然后再把特别来宾梁文音给介绍出来，对，梁文音是卢凯族，是，那他们将会唱很经典的这个卢凯的曲目，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来 Teresa， 是 Teresa 在15年前、20年，那真的是一个。实际上也是，对，我不知道你知道那时候如果 New Age 是恩雅的话，世界音乐就是他，就是 Teresa 了。然后那个大导演文德斯还为了他拍了一部电影，叫《里斯本的故事》。对。他能够来到台湾，你知道，可能对于很多喜欢 New Age 的朋友，我觉得那是一种福报，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你也许这一辈子可能不见得可以听得到他这么现场这么贴近的演出，对不对？对。然后不只是这个，礼拜五呢？礼拜五的话，你看礼拜五是我们一个开场，所以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跨界那个东西有来自于土地上，还比我们台湾。像世足空，他们是一直爵士的风格，可是他们用了很多包括传统，像从望春风的民谣，到包括国乐器啊，到很多的，甚至到客家，对，然后还有一粒高路哈，他们的整个一种合作，那种演出的话，就是从台湾出发到世界，然后接着的话，下一场就是反过来从世界，从美国 Daniel， 那邀请。夏威夷的 Jamori Coco， 他是尤克里的天王，对，然后在我们卑南族的浩恩，然后呢，夏威夷遇见卑南族哈，夏威夷的这个原住民的他们的风格，然后配上我们卑南族，然后交织成另外一种世界音乐的风格。所以从星期五到星期六、星期天就有不同的音乐风貌等着大家一起欣赏。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就是礼拜五开始，我们先从台湾跨出去世界。然后到礼拜天，请世界所有人回到台湾来，这就是我觉得这是用音乐做沟通、做桥梁，让这个全世界合为一。那合为一的最终的目的，就让音乐在这个地方产生爱。我觉得。感觉我都很期待嘞，已经开始售票了，对不对？已经售票了，所以售票的系统是在博客来，在 KKTix， 对，都可以，对不对？有任何的讯息呢，也请大家赶快上蜂巢上面的Facebook 或是网站都可以查询得到，对不对？在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对，2016世界音乐节 at 台湾，是，对不对？对，哇。
我觉得杨大哥真的很厉害，果然是做了这个，就是自己的初衷，维持了28年、30年，说来侃侃而谈，然后非常的不疾不徐。对于一个喜好音乐的人来说，我必须还是要再次的谢谢你。等一下我们回来，不只是你介绍的这些动态的活动，还有一些静态的，对不对？是，没错。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吧？等下再来哦，莫这块。非常重要的福气来了，哇！回到福气来了，今天非常开心，请到蜂巢唱片的创办人杨景聪杨大哥。各位观众大家好。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在聊说杨大哥也是住在新竹县，对不对？新竹县，但现在已经改制成新竹市嘛。然后你住香山，对。我刚刚就说，香山有没有客家人？对，杨大哥说没有。但是你身边都是客家人，因为香山是靠海边。那时候我们那个应该那时候香山乡哈，整个香山乡是整个都是闽南人。对，香山乡以外的全部，包括像我新竹中学嘛，是我的同学几乎全部都是客家人。新竹中学以前是我考大学的时候的梦幻中学啊，真的。对，虽然后来念了中立高中，中立的朋友。好了，今天很开心，就是跟杨大哥聊这个今年要举办的2016的这个世界音乐节啊。我们刚聊到很多动态的，譬如说有一些经典跟流行啊，有地球舞台、岛屿舞台啦。当然我刚有在前一段节目有聊到有一些静态的东西，对，譬如说有讲座，还有工作坊。什么是工作坊？工作坊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希望比较创造出一种跟现场的观众的互动。另外，他可能想要有一种就是可以稍微有一点怎么讲，比如说我们让2个团体像其中夏威夷的那个 Daniel 那遇见了云南那个3人乐团，是一个是夏威夷民谣，一个是云南的民谣。3人好像今年中国好歌曲的冠军嘛？对，你看看我是不是有涉猎，认真涉猎。我很喜欢他们呢，他们也要来到台湾。对。那基本上我们今年邀请，应该是说基本上蜂巢邀请都是他们本身的技艺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是在演奏技术、演唱。那所以你想象他们现场如果尬即兴当着今天开始弹 jam 的时候在一起，太精彩了。可是这2个的音乐元素是不一样，那如何能够在 jam 的精彩碰撞出火花？对，那好像就是一种用音乐在对歌。杨哥，我问题，我会弹吉他，我可以自己带吉他去吗？也可以哦。真的假的？其实我们的现场是邀请说，如果有乐器，你也可以带过来。真的假的？对，就是我不是说要尬，而是说，我也想要去学习，因为我现场最直接嘛。是。比如说我会弹吉他，或是你会这个音乐节里面比较特别，你没有看到的乐器，你自己会的，你也带着来，可以的。好棒哦！所以这个工作坊里面有刚刚的夏威夷尬云南，还有呢？还有像有一场是王洪恩跟戴小军，王洪恩是布农族，对，他可能带着吉他，对，戴小军是带着乐琴。小军是什么族？小军是排湾族。哦，其实他们的音乐形态是非常不一样的。是。然后这2个，一个又是在音乐界是前辈，那戴小军是这一年才看起的，对，新秀。所以这样的也是一种年轻跟比较资深的这个王洪恩，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他们可能有他们很不同强烈的风格，对，碰撞出来以后，对，我觉得就很精彩。对。还有音乐元素那种所谓夸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融合跟对话。对，然后你产生一种新的火花。像我们人跟人交谈认识也是一种火花。对，譬如说我问你问题了，你就会提供我想要的。在这问题当中，我又找到一个我更想要知道的答案。是，对不对？没错。还有呢？还有像其中我最期待的是从印度来一个 Tempura 大师叫 Dilip， 他会现场示范，然后顺便是 Tempura 的节奏 ，OK。然后我想现场如果你有鼓或是有什么可以带过来，他应该简单会教导大家如何打出那个节奏。我想Tempura那个我们只要看印度宝莱坞的电影，是，他们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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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会觉得很。杨哥，你现在整个也在 B-box 的感觉，我懂的感觉。我很喜欢那个印度的东西，对，就是那个节奏感会让你就好像我们的心跳一样，对不对？有时候你看到开心的事情、激动，你就会跳得比较快。对。哇，如果你想要舒缓的时候，那个鼓声，你可以安静的听自己的声音。是。哇，所以这个音乐节里面所融合的东西也很多喽，对不对？没错。那我们现场有市集之外，那蜂巢唱片有没有提供什么特别的
对，就像我们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活动啊，就是因为我想鼓励全家人一起来啊，因为在台湾音乐节太多了，对，可是真的是全家人一起来参加比较少。那既然全家人要来，那怎么来？有什么好玩呢？我们就说，那我们办一个活动，就如果你全家穿出你们自己的家。每一个人，有人喜欢穿同一个颜色，对，或是你们全家穿出一个国旗的颜色，你可能穿出台湾、美国、日本各种国旗颜色，哇，那不是一种色彩就很丰富。对，我们要的是创意。对，那我们就有一个地方让你跟拍照，拍照完之后我们就送你一个礼物。哇，好棒哦！所以鼓励大家做自己，开心是，然后在市集、在音乐节现场，开心的留下家庭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在那3天里面，创造一个这一辈子里面最好的记忆。没错，对不对？那杨大哥，你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到国外去看国外的音乐节？你有没有特别为这个音乐节去做功课？应该是说我这个将近20年。看了大概10多个音乐节，那有几个音乐节我非常喜欢。比如说为什么办今年这个音乐节？其实20年前的有一场那个音乐节让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感动。也是像一颗种子啊，是在你心中埋下。对，然后到今年能够把这个种子能够去实现。它就是英国的一个叫 Reading Music Festival。它是一个综合型的音乐节，有流行有摇滚，对，有亲子有古典有世界音乐。那个场景让我一生难忘，是说。我记得一进去，他们也是一个，就是围着一个空间，然后草地。可是，在那地方，哇！以前我们听音乐会那时候印象，大家都是要么就是在，你知道吗？就是在室内音乐厅，特别的场馆对。可是他们那不是，他们完全就是在一个很大自然的空间。然后我看人们是有人躺着，有人坐着。然后边吃东西边聊天，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哇，从右边走来的一对父子，父亲把他的儿子架在他的脖子上，2个人都同时在吃冰淇淋。那时候我第一个感觉说，这不是柏拉图的那个理想国的世界吗？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男女老少开开心心。然后音乐就从生活中一个广大的背景，而且那个音乐已经变成什么？变成呼吸的一部分。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而不是我们刻意要去营造一个东西，对，然后找了我们制式的一些模式，对，然后在那边定住，对。但是当然那也是一种方式，不能说它不对，只是我知道杨大哥意思是说，我们希望的是，就像我刚刚说的，音乐要变成呼吸的一种，你很自然的吞吐，你就会变成那个音乐才是真正的享受，是，对不对？然后那个场景，比如说演出的时候，这个舞台开始是非洲的啊，那他们非洲服装穿得很鲜丽，哇，那个整个律动起来了，律动，哇，真的，然后大家跟着有在学舞蹈非常喜欢，你就会跟着这样动来动去，然后完了之后，你就看到很多人就哇一窝蜂就往另外一个舞台移动，然后到那舞台，那是一个大帐篷，然后所有人刚开始本来是叽叽喳喳，突然有一个老人在舞台的中央点了一根香，然后全部的人都安静下来。然后之后每一个人像打坐一样这样坐着，然后那个人开始弹起那个就是印度很有名的西塔琴，是西塔琴。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西塔琴大师拉比香卡，也就是 Beatles 乐团当初把这个拉比香卡介绍到世界，原因他们到印度就是跟这个拉比香卡大师学。那你看从一个激动到一个很安静，然后从大人到小孩，这个场域活生生的就是生命的现场。那我就会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音乐节，一定要在台湾能够发生。那所以今年终于有机会了，我们可以在3天，也可以把世界不同的音乐风味元素能够带到台湾，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很棒的幸福也好，还有包括欢乐也好，那种场景在台湾也发生。所以我常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办一个音乐节嘛，办一个展览嘛，办一个音乐会嘛。但是你知道那后头可能要经历很多，你可能去消化的也好，去咀嚼的也好，或者是去酝酿的也好，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那是一个生命的呈现，对不对？没错。所以这一次你来，可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不只是很单纯的音乐而已，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表现跟体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虽然一开始讲说，有吃的有好看有好听，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你自己最喜欢的乐手、歌手在台上演出，或者是你看到一个哇，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好吃的东西，我现在可以亲口尝到的时候，就是杨大哥说的。然后你知道，那还有一个跟我生命中很小时候的经验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乡下每一年最大的盛事就是建球。对，庙会庙会，那庙会的话是这边演歌仔戏，这边演布袋戏，还有电子花车。对，那你看大人哦，很专心在线，我们小孩子都哇在那个舞台下玩牌，然后这边就卖那个熬一冰淇淋，还有烤鱿鱼，对，烤鱿鱼什么各种类型，所以那个场景到现在来讲，乡下的孩子忘不了的，忘不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在城市嘛，在大家和平公园能够创造什么？希望所有人来这里，当你10年、20年后，孩子们一辈子难忘的记忆，而且都是跟家里的、跟父母亲、跟兄弟姐妹、跟阿公阿嬷在一起的一个美好时光。是，好，待会回来我们还有更多好康要给你哦，不要走开。黎明慢慢的靠近，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前休息。谢谢杨大哥疼惜我们土地上的每一种声音，每一个音符。我想你一定不止一次看过这个影片，对不对？对。你今天再看一次这个影片的时候，跟我一起看的时候，你刚心里在想什么？觉得很踏实啊，一路上走过，然后那么多的音乐家，那么多美丽的这个专辑，我们都把它留下来了。我觉得这些东西也不是属于风潮，将来都是属于整个台湾土地上，是包括我们后代子孙，因为我们做了这个记录，对，他们都有机会可以听得到。到目前为止哦，就是说你一开始的初衷是这样，你觉得你完成了多少在音乐的梦想上面？啊，永远无止境的啦。其实还是一直会有很新的东西，对，然后会一直很想要可以多做一些，就像每天啊，你每天都会有。对，不同的想法，对，不同想法，然后遇见不同美丽的风景。对，就像我今天遇见你，对，我真的很开心。然后我也很好奇哦，就是说你跟这些音乐家、歌手、音乐人遇见的每一个契机都不一样。你怎么样去把握，或是你怎么样去看待一个台湾这么特别的声音跟环境？对，就你自己。我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真的就是缘分，物以类聚，这倒是真的。真的啊，为什么会相遇？像我最早遇到吴荣顺老师，就开启风潮20-30年，录制台湾原住民的这个传统的声音，这样。对。那比如说申祥在大学的时候，他在淡江大学，是。那我是住欢欣城，那有一次他就
受我们邻居客家邻居的邀请到欢欣才来，所以很早就认识他。那以利的时候是在我们做大自然音乐的时候，他是客串里面有一首音乐，然后邀他也会有时候会参加蜂巢的演出，是，所以那大家就相处就会一种很自然的欣赏，而且这是一种很自然的默契。对。默契，对，然后你听他们的音乐，你就第一个就是感动，那感动有这个机会能够出版，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洪恩也是啊，那时候第一次那个我们那时候是在南投做田野调查，然后一个老师拿他的卡带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就放在游览车听。那时候我吴荣顺老师还有吴金代，我们音乐总监还有企划总监于淑英，我们听每一个人都听了，哇，这个惊为天人，这小孩子唱声音太沉那个。他那个唱歌出来的声音，就让你觉得，你就觉得好朴实，很触动。而且那个怎么叫做唱进你心里？对，就是这个感觉。是，而不是说，我好像听的就是这样。我觉得那是最深层的感动。没错。不过你发掘这么多好声音，对，历经了这么多得奖啊，然后得到了很多的瞩目。我觉得当然这也是杨大哥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嘛。但是你看前阵子我们看到最后一家唱片行都歇业了。对，就关灯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是时代的转变，对不对？我刚才在跟杨大哥讲，我说这个转变是必然的，对，我们不能逃避，对，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我也很想要知道，就是说接下来蜂巢上面怎么走？对。整个数位化趋势是很明显。那我觉得蜂巢态度就是在音乐上，可是音乐的价值跟感动是不变的。对，所以应该把音乐的价值跟感动要做得更好。好比说我们会更重视整个生活的趋势啊，是，比如说文创，对，生活怎么样能够把音乐的这个概念能够做得更好，而且更完整。对，像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音乐便当，对，或是我们后面那个台湾声音地图，我们的概念就打破专辑的概念，对，让台湾成为一张音乐地图，你可以循这个声音到每一个景点，然后有不同的声音。那这个的对象是谁？我们对象是来台湾观光。现在以前大家不是都买凤梨酥吗？对啊。那文化伴手礼呢？所以他带一套台湾声音地图，代表聆听这个声音就听到台湾。对，而且你带回去，它不会像凤梨酥被吃了，对，它会一直留在那。你想到的时候就拿起来。譬如说这个音乐盒，我就觉得太有趣了。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音乐盒。对啊。一般我们看到坊间的音乐盒就是一个打开，对，打开，然后它就自己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古典音乐。是。可是我们做音乐是想要把台湾很多很棒的，像《望春风》，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我们可以去摇动它，然后那声音，你看。然后你发现这个曲子是重新编曲的，对，它会丰富那个音乐的面貌，更不一样了。对，然后整个感觉说这也是像一个礼物，是代表我们听台湾的一个音乐盒，里面有很多台湾的曲子，经典的歌曲，对，然后可以自己来动手。那我们也把像陈绮贞张悬的歌也收录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特别做这个所谓的音乐乐谱这样子，那想做这些事情，无非就是回过来讲说，如何让音乐的感动透过我们的表达透过这样的一个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一种更感动的经验，那这样的话音乐就不死，音乐就可以在时代中继续的往上走，而且更不一样了，对，而且更贴近你，是，然后创造不一样的氛围，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蜂巢，就是每一次都给我们的惊喜。回过头来还是要聊一下这一次很重要的世界音乐节啦，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音乐节好不好？这个音乐节我们的时间是在21到23号，然后在大家河滨公园，那每天下午1点钟到晚上9点，让你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对，有吃有喝有好听，然后全家人创造共同美好的记忆。是，然后从现在开始已经在各大售票系统售票了，然后如果有任何的讯息或想要知道的，都可以洽蜂巢唱片。不管是脸书粉丝或者粉丝专页，或者是网站就是2016@Taiwan
世界音乐节。是，时间真的不够啊。但是就像音乐一样，源源不绝给我们惊喜。我真的很谢谢杨大哥今天我们的相遇。谢谢这位。没有，真的也谢谢你为我们保留很多好的声音，跟我们创造更多不同的感觉。我也很希望在音乐节看到你，好不好？你一定要来，我一定会去。到时候好好的再跟你分享我对风潮音乐很多给我的感动，好不好？有空再来玩，好不好？好，谢谢。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安好的音乐节一定要去听好听的歌曲，去听动到的感动，还有让几位康人共下参与的感动。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音乐节最主要给我们的目的。谢谢大家，也谢谢今天杨大哥再来我们现场，好不好？谢谢这位。好，不要走开哦，等一下我们还要运动，好好的运动一下，储备体力。我们去音乐节，好好的收集我们的感动。待会见。